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东东啊！东东，东东，东东啊！东东，东东，东东，东东。袂搁再逼你走啊！我今仔日转来厝里，卡叔讲妈妈若问起来，我应该是要安怎回答呢？秀秀，阿公的被单打袂？打。那安尼你先去替阿公将面被装好。好。妈，我回来啊！卡叔讲你看到我，你敢会骂我？妈，你千万唔通生气，千万袂当叛白。我唔是挑工要互你伤心的，我真打拼要做一个乖囡仔，要听你的话，所以我才去迷路。也毋过，妈，你知影无？我足苦的，我实在足想你的，妈。
奇怪，我明明听到东东的叫声。奇怪，我头拄明明听到东东的声音。王警官是安怎讲啊？要讲啥？啊，就找啊！人只有2支脚尔，会当走偌济所在啊！啊，因派出所干那伊一个人哦。哎呀，人警察阁有别项代志嘛，袂当为着找恁后生，会啥物代志拢无做啊？哎，囡仔胖去啊，这是大代志呢。迄是恁兜大代志啦，胖去囡仔人做甲咱耍呢。哎呀，我哪会讲一句，你就应一句啊？哈，你甲我的囝拍走啊，可真得意哦。哎呀，我心内敢袂着急哦？你嘛看到啊，我咧撞规工，连暗顿都还袂食呢。我嘛还袂食。好，好，好，我袂讲好无？袂用的。哎，啊无你要叫我安怎？搁较嘛爱去找，找无你就莫转来。哎，你讲的哦。我讲的。好，好，我来去找。爸，啊，你要去倒？莫搁讲啊，东东走去啊。是安怎？啊，我敢怕啦。哎呦，你了不起哦你！素贞啊，你想看卖，伊已经遮侪岁啊，搁要拍囡仔，甲东东拍到拢唔敢转来。是当时的代志。走出去半工啊！伊敢会走转去布袋看因妈妈？东东，东东，你给我出来！莲英，你找东东？阿哥，东东上害啊！伊头啉我汽水。你讲啥？东东无转来啊？哼，东东伊即马唔敢出来，我明仔载才来找算账。奇怪，莲英奈无头无脑讲东东头啉的汽水。妈，你莫听伊讲啦，伊规工乱讲话，唔是骗阿公，就是骗阿金，即马搁走来骗你。唔对啊！妈，你相信伊的话哦？伊是安怎不爱讲婉婉，不爱讲佩佩，偏偏讲东东呢？因两个是死对头，见面就拍，伊讨厌东东啊。敢会是恁小弟真正转来，才是偷啉伊的汽水？天都暗啊，东东转来，谁人白转来厝的？这根本就是讲白菜。我过来去问莲兄。哎，秀霞，你是甲洗床巾甲枕头哩？叔叔甲你铺伫眠床顶啊？无啊。有啊，我铺好啊。哎呦，哪有啦？我要困啦，无看到床巾，也找无枕头，才走来甲你问的啊。奇怪，一定是莲兄在变鬼，我来看卖。叔叔，不是莲兄，是东东。妈，你也相信莲兄的话哦？不是，我相信我家己。东东确实转来，而且是偷走转来。啊，东东转来啊！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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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东。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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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东东。嘛知影你转来，你藏伫倒位？
你紧出来啊！妈就想你，东东，你是不是做唔到代志啊？紧出来甲妈讲啊！你放心，妈袂甲你拍。秋霞，你这是创啥啦？你若是想东东哦，明仔载就会使去美容甲看。妈，转来困啊？卖吵，我会甲东东叫出来。东东，妈也未困，外口蚊仔足济，金甲妈去厝内困。东东，东东。 树仔顶是啥物物件？哎呦，迄是啥啦？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，转眼。东东。 东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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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哼，一定是伊啦！阮后生就甲我斗讲吼，有人看到东东转来啊，而且吼，东东搁偷啉伊的汽水，我还阁唔信呢。东东明明就伫咧美容，哪会走转来？我搁嘛连心讲伊是看到鬼，哼！结果是我家己看到鬼啦！我吼差一点啊，予落去就惊死啊！ 阿英啊，你较细声咧啦！哦，我就叫要惊死啊，搁袂用咧讲啊！好好，爱讲做你讲啦，上好是倒一支大喇叭，讲有所有人听。哼，我当然嘛要讲。秋霞，你是有听到无啦？这个麻烦吼，敢若毋是恁惹出来？你若无伫的吼，我是偌清静咧。恁爸爸嘛真少咧啰嗦啦。哼，啊，即马好啊啦。 恁爸爸卡袂着就甲我管，啊！恁爸爸吼，大嫂，阮爸嘛是恁爸爸，你早就是阮顾家的人啊。哼，我家的人哦是古调户啦，恁遮的人哦，拢甲我无关系啦。就以你来讲啦，秋霞，你已经嫁予王明，就无应该阁转来。准讲转来嘛是人客，更加无应该住伫遮就袂走。东东。 走就走啊，有啥物了不起？东东，你听看卖啦，即马就讲这种话，以后大汉一定走路盘啊！哎呦，天公伯啊，无怪阮连兄最近变甲遮尔无乖，原来拢是去你带歹。袂当，我一定要甲恁哥哥离婚才会用的。若离婚了后，我就要将连兄带走，要若无，拢叫你带歹啊，一定要学歹啊！哼！妈。 你是不是偷走转来？妈，我差一丝仔就死去啊！为什么？迄边的爸爸甲我拍。你是安怎拍的？因为一定是你无乖，对无？不准讲白菜，甲我讲，你是安怎差一点仔死去？查甫囝敢做敢当，吞吞吐吐。 成什么款？大姊要去台北受水，唔带我去，我足生气啊！我想妈妈，想阿姊，我感觉你拢无爱伫我，我就去死。你足黑白来的？唔是啦，妈，我真想你，真想阿姊，真想弟弟妹妹，也毋过。 我阁袂当甲恁见面，东东，马上袂放心的就是你。你要到什么时阵，才互妈变阁为你烦恼？谁叫伊要拍我？我足惊，我惊因以后会逐工拍我，所以我就走转来啊。做爸爸
袂逐工拍囡仔。你家己过去，定定做唔到代志。爸爸妈妈敢有逐工甲你拍？尤其是恁爸爸，伊是安怎教你？你想看觅？冰冰，你莫硬遐济啦！冰冰，你有听到无？佩佩，你哪还爱管冰冰？伊无管，我当然爱管啊！佩佩，你有时阵嘛无乖啊？好啊啦，食饭的时阵吼，爱点点食饭，袂用讲话啦。对，3、4个月，这样叫你无乖手才食。冰冰，谁叫你要抢我的物件食？你会改？大白啦，你个大白啦！查啥货啦？哎，是谁甲我讲破？啊？好囡仔爱老实，做唔到代志唔免惊，爱甲承认。只要恁对爸爸讲，这是我弄破的，以后我会小心，莫搁弄破物件，安尼就好啊。爸爸袂拍恁啦。爸爸，是累了，是我讲破的，以后我会较注意的。不是姐姐讲破的，是我讲破的。好啦，不管是佩佩讲破的，或者是冰冰讲破的，恁拢真乖啊。也不过以后恁爱记住爸爸的话哦，不管是犯什么错误，爱勇敢的承认，爱记得改过哦，知无？啊？妈，东东，甲你饲这么大汉，你从来毋捌想过爸爸妈妈有偌尔艰苦，你竟然摕家己的性命讲算笑。妈，我以后唔敢。你敢有对迄边的爸爸妈妈讲过这款话？伊一定嘛替你足烦恼的。万一你若出什么差错，伊是要安怎甲我交代？嘛无怪迄边的爸爸要甲你拍。妈，是嘞，你莫生气啦。因啊因啊找袂到你，心肝内一定就着急的。明仔透早。马上你转去，好无？哎呦，你要一点啊！布袋王太太遐嘛无一个电话，这是要安怎？唔免着急啦，才有东东伊这尔啊巧，袂出代志的。哎，素清啊！你甲东东吼，伫台北有可能去的所在哦，拢敲电话问看卖。嗯。喂，哦，素清啊，叫你阿妈什么代志啊？谁离家出走啊？东东？有影无？连我这么大汉都唔敢离家出走啊！好，明仔载我就落去先去配因兜。你的，甲弯弯，我就先敲电话甲问。你啊，是你叫混哟！嘿，啊你哪会这歹啊？我搁未搞完早来甲你传话咧。哎呀，有啥物代志你讲啦？赵敏打电话来讲吼，东东失踪啊啦！有啊，是的啦，我都录影录到天光，都摕落来啦。这到底是安怎？我哪会知影？哎呦，我讲老大呀，你无像我规暝无困呢，火气那才大啦。赵敏叫你较注意诶，东东若是来台北吼，叫你打电话去美容啦。多谢好话啊，多谢。这种代志要先甲我们讲一声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
我知影，是赵哥哥打电话甲我讲的。好，大哥阿姐，我足想你的，真实的啊，我足想你的。阿姨骂我骂个遮厉害，也唔互我出去，你有闲来陪我耍好无？你要困哦？好啦，你困醒啊，打电话给我哦，一定要会记得哦。再见。阿姨，你哪会早就起来啊？是毋是电话甲你吵起来？是大哥阿姐甲赵哥哥打电话来甲我讲，东东离家出走啊！婉婉，阿姨送你转去好无？为什么？原来全台湾的人拢知影我骂你啊！我家己已经改变袂少啊，你总袂会叫我照你的方式过生活啊？有甲你写听无？真心的，拢是我害你的。若是我无离开阿姊，无离开妈妈，就袂安尼啊。黄老师啊，请入来。婉婉，黄老师来啊！好。婉婉，老师你好。婉婉这种囡仔，爱安怎带才会带到伊的心。毋是家己生的，足困难的。是的。哎呦，东东啊，妈妈差一点互你吓惊死哦。东东，爸甲妈昨暝为着你，规暝拢无困。我嘛无困啊，我伫咧陪阮妈妈。恁是伫咧欢喜，阮是伫咧着急呢。这拢是你害的啊！哦，变做我唔对啊！素贞啊，打你几岁啊？还搁较小伫咧冤家。东东，你哪个袂记起？妈，爸，阿姊，我唔对啊，以后我会听话，袂惹恁受气。好，东东乖啊。我嘛无应该拍你啦。素贞啊，冰箱内底哦有西瓜，
紧带弟弟去食啊！哦，来，紧去啊！洪太太，实在真歹势啦。你伤过客气啊！囡仔是我生的，是我甲伊带大汉的，伊做唔到代志，拢怪我无好甲伊教示。昨暗吼，阮紧张规暝，唔知影对东东爱安怎管教才好。对啊，对伊伤好你教袂乖，管伤严伊会反抗啊。东东伊足善良的，只要小可甲伊补一下，讲道理互伊听，伊拢会当接受。若是讲到搞怪，我嘛无伊烦，因为伊会变啥物花样，我嘛想袂到，实在是无法度，嘛只好缀伫伊的后面，四界甲人回失礼，道歉。这点哦，阮已经领教过啊啦。阮太太吼，随时哦，拢甲我提起啦，还早钱去陪人。哎呀，你莫一直讲假的嘛！你看卖，东东为咱平价，嘛争取真大面子呢。这个物件哦，开国较侪钱，嘛无得买呢。一切都请恁家操烦啊！我才无要插你咧，恁妈妈出去，你也要出去，到时哦，恁老强搬了了吼，甲我无关系啦。你我斗3工咧，好无啦？唔好啦，拜托拜托啦，我要去找东东啊！拜托拜托，我要来找阮师傅啦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今日恁师傅足重要的，你即马早去洗车，拢来了做换哦。你哪有法度啊？阮师傅哦，每工透早拢爱我陪伊去菜市啊，买青菜啦，买牛肉啦，嘛袂当伤换，伤换的生你都莫做啊。好，你走，按今仔开始，你莫做啊。我若学会做牛肉面哦，我嘛无想要洗车，洗车有啥物好啊？假使若弄死人哦，迄就起了了啊啦。少爷，你实在有够好运呢！我替恁买一台卡车哦，到即马还阁毋捌出代志呢。乌鸦嘴，你走。好啦好啦，走就走嘛，你嘛毋免遐歹啊。你讲的代志哦，嘛无一定准算啦。这件代志嘛是爱等你妈妈转来才会当决定啊。喂，艾希，什么？发现车祸？对，对，伫什么所在？好，我来面来哈。乌鸦嘴，卡车出代志啊啦！啊？做嘛嘅喏？我要来要送你耶。送互我？妈妈，你讲话我拢听无。你要教我读国语哦？读煞了后才去买菜。波波波波毛毛波火波，唔是好，唔是是嘛个？波波多多头头脑脑脑，唔是脑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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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个个可可可和鸡鸡七七七西妈妈，我去食。鸡喂，超妈，你要找啥？你要找阮妈妈？啥物代志？去买菜哦。阮妈妈伊即马无闲哦。鸡七西伊即马咧读册，1点钟以后才有时间去买菜。好，多谢，再见。
培培啊，是谁的电话啊？隔壁外唔靠妈妈的，啊，恁妈妈咧？咧读册啊。啊？你读册哦？波坡摸坡坡的特呢了波坡坡鸡鸡。哎呦，你细汉唔读册吼，食老啊才咧读哦，已经袂赴啊啦。哎呦，爱台读书，莫吵爱啦。波坡。哎呦，刷去啦！你想讲你即摆还阁18岁哦？啊，你若要读册吼，你嘛唔免读到遮尔啊顶尖嘛。哎呦，莫吵爱啦！爸爸，你若有代志要找妈妈，你就等1点钟以后才过来。今麦先莫吵妈妈，请。啊，好啦。这是有讲起来的字。是有讲碎字啦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妈咪啊，你咧算啥？哎，我的代志你莫管啊。我莫管，我会晓摇，一定又搁是甲恁后生买物件。因少年人都无想我，我是安怎要甲因买物件？妈咪啊，后生是你的心肝宝贝，你若爱买，你就买。我爱买。讲一项做一项。啊，你伫咧细细念啥哈？可能是枵啊啦，巴肚咧叽里咕噜叫啦。唉，我要出来去，转来炸物件互你食。哎，妈咪啊，你当时要转来啊？真紧啦！甲后生买好物件哦，行去就好啊，紧转来啊！哦，你这烦的呢？太太，哎，你毋是讲要叫伊转来？你甲伊讲。哦。太太，你要出去哦？甲几个朋友约好，有代志啦。哦，太太，我就想你了呢。哦，无你甲先生讲啊。我来走啊！再见。先生，你食饱未？阿未，无想要食。啊，安尼害啊啦！为什么啊？我拄则吼，若是坐早一班公车来，太太伊都袂走啊，咱就用个煮饭啊。讲几步，原来是你无食饭哦。是啊，我来佚佗嘛，歹势互你煮饭互我食。安尼就真正无办法啦。你走了，阮真少煮饭啦。你是讲恁无煮饭哦？哎呀，两个人食真麻烦啊，食嘛食1点仔尔，所以讲阮真欢迎你搁转来。正正有讲好的哦，搁转来爱1万块。啊？不过无煮饭袂要紧，我若甲恁做伙出去食，迄嘛足好的啊，送恁8千块，马马虎虎啦。啊？嘿，不过吼，我即马有头路啊，所以我爱转去问过阮头家，安尼才会用做决定啦。恁头家是咧做啥？卖牛肉面的啊。做生意的？安尼你哪会当走出来？我请假啊，先生，
你骑车载我，我就用个省车钱啊，然后我就请你食免钱的牛肉面，好无？我知你。嘿啊，这有啥物关系？可是阮头家若是答应，我马上就用个辞掉伊迄边遐头路，等下你这边才做事啦。安尼敢唔好？那有啥物唔好？行啦！先生，加油啊！打较紧的，啊无阮头家中昼休困哦，无做生理，安尼我会枵死啦。哦好。加油！知有啊，迄个阿琴嘛足无意思的，伊明明知影中昼时啊生理上好，伊偏偏要搁请假。是你家己答应要甲代办的啊，你搁怪啥？拢怪我家己啊，我贱嘛，好啊中昼唔困，搁走来遮替代班啊。对啊，莫搁伫遐细细念啊，紧收收的，要困头紧去困啊。哦。哦。妈咪啊，啉茶。你对我遮尔好，什么意思啊？你是阮太太啊？对我好就是心喜啦。哪有人安尼啦？好啦，袂啉我倒掉。牛俊山，哎呦，你拄仔毋是讲你无要啉？我即摆又搁想要啉啊！好好好，哎呦，我是伊丽莎白。你讲啥？我。哦，你心肝内哪定定想阿琴嘛？哎呦，你是咧讲啥？我敢若讲一半尔。我是讲你是咱兜的伊丽莎白红叶。煞去啦！我是啥物红叶啊？我是专门替领导煮饭的。哎呦，妈咪啊！你莫搁闹啊，好无啦？好啊，会用的。你爱想办法，马上甲秀秀接来。秀秀？对啊，我想过啊。加一个查某孙，我就会当加2蕊目睭。唉，真正甲阿琴当作伊丽莎白公主哦。秀秀，你得要开我心。妈，我袂转台北，嘛无想要读书啊。你哪样讲这款话呢？你是我5个囡仔内底上有志气，我读书将来靠什么求发展？妈，我已经决定啊！你马上去娘阿公因兜，莫耽搁着读册。我袂。秀秀，你听妈的话，妈的安排是袂唔对的。妈跟我嘛无偌久啊，就算搁再等2个月、3个月，落尾我也是会走。你袂？阿公讲你袂，伊嘛已经抽过签啊。莫相信嘿，爬伫我的身躯顶，我上了解家己。秀秀，听妈的话，去啦。就算我会当起死回生，你更加应该去学校。也毋过我关心妈，关心我已经是无重要。你会当去娘阿公因兜，顶多互我了一件心事。当迄天转来，你应该看到恁阿金迄个面相，这咱袂用阁大落去啊！台北嘛毋是咱的厝，我已经有所在通好去啊，干那烦恼你。妈，安尼你一人要去住倒位？
我去找恁爸爸。秀秀，耽误着你1年的功课，嘛袂晓互妈加我1年。我求你，你互我安心去。妈，我陪你倒来门床顶好不？好不？唔好。啊无，我去添一杯小茶，你啉了会较爽快一点嘛。我袂啉。妈，咱来去病院看卖好不？我袂去。妈，你生气啊？我只求较早死，才袂耽误你去读册。妈，我答应你。祈祷的人儿啊，属于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转眼，人间数十寒霜。头家，我给你买这台录音机。妈，我结婚的，读书唔是为着你的身体，嘛袂甲弟弟妹妹因送走。读书唔是为着你的心愿，我更加袂离开你。妈，你的身体一天比一天更较歹，在你需要人照顾的时阵，为什么一定要甲我逼走呢？我只求较早死，才袂耽误你去读册。妈，我会做你的乖查某囝，我袂阁互你伤心啊！我会听你的话去娘家。生日就是后个月啊！我永远陪伫你的身躯边，甲你度过快乐的时间。我甘愿买一份小小的礼物，祝你生日快乐。
这是一台录音机，你只要轻轻啊试一个，你就会听到我的声音吗？妈，你身体要保重哦。再见。秀秀，拄只我乃无听你甲你妈妈讲话啊。秀秀啊，你走了后，嘛唔知影敢阁会当见到你妈妈。你为什么唔甲你妈妈加讲几句啊话？妈，我要来走啊！秀秀，妈妈祝你前途无量。秀秀，这是伊最后一个心愿啊！可是我无去娘家，就足无友好啊！你遮出世，你遮大汉，我一摆若是走，恐惊无机会转来。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。